兄弟平安，平安。咱即马来礼拜时间已到，咱即马来准备先来敬拜咱上帝。阮的心平素天后摇花，伊是做阮的帮站，做阮的明白。阮的心要倚靠伊来欢喜，为阮平素倚靠伊的性命。摇花愿你的慈爱临到阮，照阮所望你的。三个来吟诗，好了，上帝。圣诗221首，上帝做阮代代帮站，也做将来盼望，互阮闪一笔，大雁风开，景点安稳所在。请咱起立来吟这诗。我
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伫献期头前第15页。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万信上帝创造天地人甲你的独一亲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是用生活甲亲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耶稣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因为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忍受的死和活。显明上帝的真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的保护。伊的心就是献受，也令咱勇敢受事对待，互阮人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归来。我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我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需要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真理。最古代的使者是普世的、变为不归的，引动所有的子民，通过行甲受苦来听做不忘的祈祷。我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一下面。用天性仁爱甲天性的生活，回应更上帝。我是上帝互人有尊严、在人以中土，来有根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意识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正义甲经济的制度，也有美的科学，都有追求真实性。总是人做无用者的分数，破坏人与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叫我好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人对这个中得到讨伐，和受压制的一个自由变变，以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和世界成做耶和华，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下面咱三个来交通课文，今日要交通的课文是课文第20篇。课文20篇也是献诗第90篇，伫咱的献诗后面第135页。课文第1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你永远永远是上帝。你互陶做人归回土本，讲人啊，要归回原本。对你来看，一千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暗夜的你用花水创造，人生亲像一场眠梦，亲像早起时早起时发起来无声，暗时悄悄叹。我因为你的生气消灭，因为你的爱是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我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我的一生是像好一个。我的岁数不过是70，那永远到80。我得到的不过是无好忧愁。人生亲像一应付着。谁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谁人了解你受气的苦？由于甲会晓阮会晓算小家己的日子。我的心有体会。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由于你的由于透早就到阮享受你的慈爱。我心中充满欢喜快乐。你
伊互阮的一生有偌济艰难灾难。毛阮一生终受遐济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道人看见你的作为，阮的听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祝福阮，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应当。三个暗暗的祈祷，亲爱的的上帝，感谢你赐赐阮来到你的面前，你互阮无搁活伫惊吓中间，咱是靠着信心，诚侪你的儿女，会当来叫你一声阿爸爸。主啊，阮承认，阮家己伫困难甲等候的时阵，阮真容易会灰心，去看着目前会当当，袂记你所应允的荣耀，求你赦免阮，也用信心扶持阮，互阮伫土地中间，永远会当仰望你，伫艰难中间。会当持守对你的仰望，这时求你洁净阮的心，除去一切的搅扰，有阮会当专心来敬拜你，静心来听你的话语。愿你借着诗歌、祈祷甲信息，搁一摆坚固阮每一个弟兄姊妹。阮知影，伫基督内面。阮的听候毋是空空，因为你所赐的愿望永远袂落空。主啊，公开的记者在内面，恳求你怜悯看顾台湾，保守各地的居民会当平安，减少风雨所带来的灾害。也使阮智慧甲力量会当来伫防灾、伫救援、伫各地的服侍的人员。求你眷顾台湾的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定，伫这个不安、所有的不安甲混乱中间施行保守、引带执政者会当存敬畏甲智慧的心。互人民会当平安来过日子。最近天气真正会真烧热，求主特别保守阮出入平安，身躯甲心灵中行，阮也将身体软弱、心灵欠安的兄弟姊妹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医治、安慰甲扶持。互因伫病痛中间、甲忧伤的中间，永远会当经历你的同在，重新得到平安甲喜乐。阮将今仔一个礼拜恭敬家己伫你的面前，愿今仔一个诗歌、祈祷、读经甲信息，拢诚侪你施恩的器具，互阮的性命得到永生，教会得到建立，你的名得到荣耀。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赞美，今仔日圣歌队要唱的诗歌是《我老主敬拜主到万代》。敬拜主到万代。
谢圣歌队带咱从诗歌来学罗上帝，里面讲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记载罗马民书第8章第10到25节。罗马民书第8章10到25节。和合本是第217页到18页。来约翰字版是277页到278页。现代中文本是第242页。罗马民书第8章第12节，安尼兄弟啊，咱毋是欠肉体的事，比较照肉体来活，因为恁若照肉体来活，就会死；若用神拍死身躯的所做，就会活。恁若互上帝的神所带的，是做上帝的囝，因为恁毋是受着奴仆的神，比较搁惊惊。就是受到这个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啦。圣神家己甲咱的神三角感情做咱做上帝的囝。17节，既然做囝就做后嗣，就是做上帝的后嗣，甲基督同做后嗣。咱若甲伊同受苦。是要互咱甲伊同荣光，因为我算现时的艰苦未堪这几天所要显明到伫咱的荣光，因为受造的物夜头暗望，咧等候上帝正经的显明，因为受造的物通服伫空虚，毋是伊甘愿，就是对于迄个互伊通服的。是咧仰望连受造的物，也要得到偷犯法律败坏的无数，来入伫上帝的囝儿健康的自由。因为咱知一切受造的物，到即时要得三角土开好读。若安尼，像咱本身得到圣神流水的果果子的，也心内家己好开。咧等候设立做囝，就是咱的身躯的实惠。因为咱得救是对仰望，若是已经看见的仰望，毋是仰望。因为所看见的，啥物人在仰望伊，多多咱受若仰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分论等候。圣经读到这，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仰望，请咱中间来听。有请大家平安。平安。有请大家平安。伫今仔日的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咱先说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的慈悲疼痛，每一日拢看顾阮，每一时拢带领阮，甲阮同在，互阮平安过过一礼拜，互阮伫今仔日当心自责。来学到主你，来敬拜你，主啊！当阮敬拜你的时阵，阮搁较刻薄，就是会当捌你搁较深。阮也要知影你所交代阮的旨意是啥物，所以愿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因为有主你的话，愿得到造就，因为你的话会当刻伫阮的心中，互阮信心哪坚固。愿将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引带。
我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好，咱大大做伙吟的圣诗是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这首诗歌是一首咱真知影的一首有关望的诗歌。咱的望伫倒位？我想，咱基督徒应该爱有的一个特质，就是望。当别人敢若看到绝望的时阵，常常基督徒就是爱用行动，用所讲所行来互众人会当看见望的记号。这也是咱大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内底讲到教会的时阵，这也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咱教会爱诚做众人望的记号，这就是为什么长老教会伫台湾对早期的医疗传道，到伫后来办教育，搁来咧办报纸，然后关怀社会，到伫今仔日多元化的宣教事工，这拢是要用咱有限的资源来成全即个上帝交代咱的即个福，咱教会的存在，诚做望的记号。啊，但是咱家己本身，咱也袂当讲望，但是实际上咱是绝望，实际上是无望啥物。其实，咱的特质，基督徒应该爱有的特质，就是望。所以，罗马书8章的后半段中间，使徒保罗甲咱讲，望会当扶持咱、支持咱，行过这所有的苦难、遮的困难，无论伫初代教会是分别。是天灾，也是人造成的灾祸，也是丧凶困难，是在咱望的基础是甲上帝的关系。咱望的基础，简单讲，罗马书第8章讲的，什么是望？绝对毋是咱有啥物，咱捌做过啥物。咱就讲咱有望，毋是。咱会当有望，是因为上帝甲咱的关系。简单讲，第8章，罗马书第8章的后半段讲的就是安尼。所以讲到咱甲上帝的关系。哦，上帝做咱代代望啦，吼，这原来诗歌。即个标题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做咱代代帮助。等一下这，所以咱大大读到罗马书第8章的后半段，咱就读到讲第8章15节有讲到，讲就是受到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啊。好，咱知影台语圣经讲到神是啥物意思 ？Spirit 啦，吼，圣神的神啦，吼，灵啦，吼，咱来用华语吼，即马吼，咱即个受到即个华语的教会的影响，同时咱讲到神吼，拢会讲吼，即个神等于顶有上帝无啦，吼，台语的神吼。
精气神10足，这个神就 spirit 啦 ，spirit 哦，这个灵啦，哦，咱的灵魂啦，咱迄、个所以咱袂当看着神就联想着讲华裔教会甲咱讲叫上帝做神啦，咱台语教会其实咱会为虾米咱用上帝敬拜上帝这有一个原因是咱台语内底精气神，这个神就是英文的 spirit 灵也是灵讲到这句话就是受到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啊，就是讲咱因为圣神，通过圣神，互咱成做属上帝家庭的一份子。上帝就是咱天顶的爸，所以咱有迄个有迄个资格来叫阿爸爸。会去19年前，伊当阵当结婚，咱知影当结婚通常拢会安怎饲狗啊？有啥有真侪真侪人当结婚拢会爱饲狗啊，可能无囡仔的时阵，无囡仔的时阵感觉真无聊，所以饲一只狗啊，结果囡仔生出来了无闲啊要害，就开始感觉狗啊饲狗啊真正真麻烦啦19年前决定去迄个动物收容所这个领养一只狗啊第一遍看到这只狗啊即马拢看网络相片，也是去现场看到这只狗啊，你感觉特别甲你有迄个关系我会记我去当阵是厝里的第2只狗啊，就是这只收养的。一看到伊叫哈尼啊，我就知影这只是我的狗啊，真有缘，真有迄个，真有迄个真深的迄个感受着，所以咧，系统无顺，然后咧足搞怪，但是咧，你若感受，你若介意，就讲这只就是我要饲的啦，就是这只，就是这只，就算讲有真多的缺点，嘛毋是纯正的啊。然后咧，佮爱食，佮爱佚佗，然后咧乱加物件，乱食物件，连迄个鞋啊，甲吞落去，也是鞋啊，甲迄个鞋带断去一路的，但是咧，因为咱要饲一只狗啊。咱就是有迄个感受、感动，所以咱讲这只就是我要饲的。别人看讲这只无系统无顺，这只无乖、搞怪、歹饲、歹训练，但是咧，你讲这只就是我的狗啊，这只就是我的，你就要饲伊。这讲到啥物？就亲像咱嘛，咱原本咱拢毋是一个完全的。咱也是软弱，咱有真侪欠缺，但是咧，圣神引带咱，互咱来领受洗礼。透过洗礼，咱就亲像互上帝责任来收养共款。这就亲像咱读福音书，耶稣。是上帝圣囝，但是伊有缘互惊洗的约翰来替伊洗礼。洗礼的时阵，圣神降临，亲像钱啊。然后圣神降临，并且天父上帝透过圣神来宣告，讲啥物？这是我所疼的囝，我所欢喜的。伫我洗礼的时阵，圣神做共款的事，咱就亲像
伫动物收容所看到遮个狗啊，明明有诶看就是纯正诶，啊有诶看就是足乖，甚至有诶搁较古锥，但是你看到一只，你看到你就知影讲，即只就是我要饲诶，即只就是，共款。上帝互咱有迄个资格叫上帝阿爸爸，就亲像安尼。咱领受着洗礼的迄个时刻，圣事也临到咱。你我领受洗礼了后，咱也因为安尼正式得到上帝囝儿查某囝的事。当然，你要问讲上帝的拣选，咱常常咧讲，但是上帝为什么拣选你我？为什么？我想无人会当真100%确定来回答这个问题。敢是家族会有拄拄，敢是咱较敖有拄拄，咱有诶物件较济，银行存款较济，毋是。到底为什么上帝要选择咱？无人会当100%肯定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对伫圣经教咱的，新约圣经教咱的，咱会当确定的一项事，就是上帝拣选你我，绝对毋是你我打错字来改一个毋是因为你也是我比别人更较好。咱才互上帝来拣选，是因为上帝愿。所以即几冬以来政治新闻咱知影要改姓你要认人做老爸爱啥物？即个人当事者爱承认啦，袂当讲当事者过身伊个家族无承认，你着靠政治的手段去改姓啦这附带一提啦这讲到上帝拣选，上帝拣选是在伫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意爱，毋是讲咱家己去硬去要改，改了后佫无成，佫成别人，这附带一提啦附带一提啦讲到即个收养，这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意爱。上帝讲，我着要你，所以咧，伊互咱称做囝儿查某囝，伊允准咱叫伊阿爸爸。这毋是靠讲我偌有权，偌政治手腕偌厉害，也是我生啊淡薄仔缘投，有人讲真缘投，当然我看无真投。伫上帝面前，咱爱知影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愿意。伫上帝面前，无论咱品格性情偌好，咱偌有才能，但是咧，伫上帝的面前，咱拢是需要得到上帝赦免的罪。伫上帝的面前，咱拢是有侪过去所留落来性命的伤，所以咧，咱拢是需要上帝亲自来。所以上帝拣选咱，完全拢是因为伊美好的旨意，绝对毋是讲我有偌济，我捌做过偌济，我偌缘投，毋是，是因为上帝美好的旨意，这是在伫上帝。所以使徒保罗提醒咱基督徒，爱活出即个正做上帝囝儿查某囝的事实，安尼来正做咱愿望的根据。即个事实，咱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这个事实，咱爱活出来。所以即几礼拜咱有讲到基督徒的模样。
就是爱效法基督的款式，咱活出这个事实，来成做咱毋捌的根据。所以咧，咱因为知影，咱原本不配，咱无比别人较高，但是上帝互咱成做伊的囝儿查某囝，所以这成做咱对上帝感恩的一个上大的原因。咱时时刻刻提醒咱，你我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可能咱无比别人较好，可能咱即个客观的条件无拄拄比别人较好，但是上帝疼咱，伊大声疼咱，所以咧，这真做咱对上帝感恩的一个上大的动力。咱体会这个事实，咱时时刻刻提醒咱这项事，咱才会当用对上帝的感恩，来成做咱一天的开始。咱会当通过每一天读上帝的话，提醒咱已经领受着上帝的恩典，咱也是受着上帝的拣选。伫教会礼拜中间，咱通过做伙祈祷，咱诗歌学乐，咱做伙信仰告别，做伙读圣经，提醒咱就是咱是成做上帝囝儿查某囝的特殊的身份。所以话讲转来啊，今仔日咱有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咱也有这个上帝所疼囝儿查某囝的这款，会当讲是特权。但是咱若平常时四过乱舞，当然人会讲啥物？你是假的嘛？你是假的。今仔日若改生了后，好好啊做代志，莫惹遐济问题。人嘛袂讲啊，你的身份是啥物？啊，咱就爱警戒咱家己啊。咱诚做基督徒，咱若平常时，互四周的人感觉讲啊，你德不配位，不配这个身份。啊，当然人就开始会质疑你到底是真啊假的。然后这是相对的，相对的。咱有这个身份，诚做上帝囝儿查某囝，但是咧，咱敢有活出这个上帝囝儿查某囝的这个事实，也是咱煞因为咱平常时袂记起了这项事实，咱是上帝所疼囝儿查某囝，咱袂记起了这个事实，咱就胡作非为。伫社会上胡作非为，煞互人怀疑咱的身份。这是主要要互咱会记起这项事，所以有一个较残酷的例子，互咱会记起。咱莫煞因为咱无好好啊活出咱的身份，煞互人反倒转怀疑咱是假的。所以就影这保罗讲到基督徒，互上帝收留来收养收养。伊讲，因为安尼，咱会当呼叫上帝阿爸爸。这比较这个其他的宗教真罕得有将每一个信徒拢讲做这个天顶的神明的囝儿查某囝，咱知影台语一句话，神明仔囝，天之骄子，迄是啥物？迄是真少数的少数，对伫迄个拜拜的人啊，有人呛声讲我是天公仔囝，迄表示啥物？我甲恁拢无共款，敢若我，天之骄子，台语叫做天公仔囝啦。
好，咱知哦，咱知哦，这个台语啦哦，台语天之骄子，翻译最台哦，天之骄子翻译最台语就是公仔囝，迄是真少数的少数，特权中的特权。但是使徒保罗提醒咱，你我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会当因为有即个做上帝的囝子查某囝的即个神，咱会当呼叫上帝阿爸爸，阿爸，这伫即个耶稣迄个时代，犹太人所使用的阿兰文内底，是一个真亲密叫老爸的一个叫法，阿爸阿爸，啊台语嘛相像的阿爸吼，是阿爹啦吼，爹爹阿爹阿爸吼，这咱台语嘛是，这是非常亲密的啦，是会当亲密，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当亲密来叫上帝阿爸。咱爱知影，即个创造天地，佮拯救世间人脱离罪恶的即个上帝，竟然互咱基督徒会当遮尔亲密来称呼伊阿爸阿爸，这真正甲其他的宗教无共款。其他的宗教是看到因的神明是高高在上，是非常通惊。遐会当称呼，伫其他宗教内底会当称呼神明，会当自称是神明仔囝的，迄是少数中的少数，这是极大的差别。呀，这讲到上帝疼咱是遮尔啊大，咱的上帝疼咱基督徒是遮尔疼咱遮尔啊大，温存咱，互咱会当。叫伊阿爸爸，其实不只是使徒保罗安尼提醒咱，规本圣经拢会甲咱讲，就是上帝的疼痛恩典遮尔啊大，伊爱咱甲伊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咧，伫新约马太福音内底，耶稣讲啥物？咱的天父连咱头毛每一支拢算过，每一支头毛伊拢算过。这表示啥物？伊知影咱知影透透啦。就亲像咱有即个做人爸母的，常常咧后生查某囝咧想啥物？你看伊的表情，你就知影即摆受气。啊，即个物件伊真爱，足想要得到。咱做人爸母的吼，常常一看就知，为虾米？我生的，我养饲的，我带大汉，当然，伊一个表情我就拢知啊，开始咧生气啊，哦，啊是哦，即个表情你就知影，迄这有啥物秘密无讲啦，哦，啊是有啥物表情，有啥物动作，你讲哦，这一定有啥物好代志。哦，这看伊即马表情无共，吼无像哦，这交男朋友哦，吼，还是交女朋友哦，哦，哦，咱的天父连咱头毛的一支伊拢算过，这讲到上帝甲咱亲密的关系。诗篇136篇敢是安尼讲，咱未出世以前，上帝就捌咱。伫咱想一项代志以前，伫咱想以前。伊就知影咱的思想，这敢是真正甲咱关系是一个捌咱透透的关系，真亲密的关系。当然，保罗也甲咱讲啊，讲啥物？咱伫基督内面，基督也伫咱的内面，伊也甲咱讲，任何的代志，拢袂当隔离上帝的听。任何的代志发生，拢袂隔离上帝的听。
这是啥物？这是20世纪改变历史的一张相，其中一张相。1968年12月20日，阿波罗8号，的指挥官 Frank Borman 前几天较过身，Frank Borman 伊所翕的相片。为什么一张是即个所有的太空人，阿波罗8号太空人，敢若即张流传上济，因为伊摕迄个彩色的相机啦，所以彩色的。当然，这种后来有经过迄个 AI 的迄个加强那个画质，本来无遐尼水，即个法兰克波曼伊讲啥物？伊讲这就是上帝看到的。你甲咱讲啥物？你甲咱讲啥物？这就是上帝看到的。伫太空来看，这拢是咱活的所在。这有讲到几十亿、几百亿人拢伫内底，然后发生的代志拢伫遮发生。但是咧，因为上帝甲咱基督徒迄个特别，迄款天顶的爸甲世上的囝儿查某囝的迄款真深的疼的关系，这互咱会当确信，就是咱的愿望是真正可靠的。咱活咧，无过是宇宙中间一粒即个无算啥物的沙共款，毋是咱基督徒绝对也无过是干那一个数字，咱基督徒是一个数字，咱拢是属于上帝的即个大家庭的一份子。上帝就亲像家长养饲照顾咱，上帝的手也扶持保护引带咱每一个人，咱拢伫上帝的手中。咱要知影，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互罗马，当时罗马的基督徒，有讲过提醒过几若遍。当时伫罗马的基督徒是面对着迫害的危机、宗教迫害危机的基督徒，因的信心是强要安尼放弃啊！咱知影罗马，佮讲一遍，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踮伫首都，这个压力是佮较大，这个压力是佮较大。就讲北京好啦，那北京即马即个管制真严，四过拢是迄个监视器，然后管制真严。有时阵咧一落车因中国的人咱所谓的上访，就是讲伊要澄清啦，甲政府澄清，因为会开始坐火车，因即嘛有高铁，坐车，然后一落车咧，就互迄个公安逮捕，迄管是管足严。你就知影讲，伫即个帝国的不义政权的首都内底，要坚持一项理念，迄是真困难。就讲到日本时代，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中间，为什么讲到真多伫北部的牧师，好亲像拢较对待即个当时的一寡日本政府的政策，会变做讲较毋敢对抗，像讲迄个拜迄个去个神社参拜迄款的政策，也是讲用日本人做基督教学校的校长的即项事，也是当时日本即个日本政府想要控制即个。想要有较侪的管理，咱讲管理基督教学校，即款的代志顶面，好亲像北部教会拢较无遐尼反抗，像讲台南新校日本时代就有捌啥物学校就停止，因为啥物？
因为要将宣教师后即个英国宣教师赶出去，然后用日本人做校长，台南新学院遮个老师就决定讲，阮要甲学校关起来，迄款的反抗，迄伫南部较济，但是伫北部，你为虾米北部当时已经是日本管理台湾的主要的总督所徛起的所在，管理搁较严嘛，压力搁较大嘛。南部的天高皇帝远，有时阵的睁一只眼看一只闭一只眼，所以咱就知影讲罗马基督徒伫使徒保罗迄个时代，面对宗教压迫的迄款的危机感搁较强，因的信心的挑战是搁较大，所以咧，保罗写罗马书来鼓励因、激励因，伫8章18节安怎讲？因为我算现实的艰苦，未堪你比拼，所要显明到底咱的荣光。8章18节这是讲啥物？即句话就是讲，歹时机要过啊啦，遮个歹、遮个艰苦、遮个困难挑战、试炼，拢是暂时的啦。最后已经上帝的荣光会显现。保罗即句话，其实也是写互咱，你我活伫现在，咱可能拄即马面对着身躯病痛，也是咱工作拄着困难，咱负担着真大家庭的压力、事业的压力，也是即个家族的重担，咱感觉无论身躯，也是咱的精神顶面，咱感觉真忝。其实保罗8章18节，这也是要互咱的话，要激励咱。歹时机这是暂时啦，上帝应允伊的荣光要显现，就是会显现。保罗一句话，8章18节，其实也是互咱中间，遐为着上帝国临到，为着伊旨意伫正，专心全意服侍上帝，却无看到成果，甚至为着福音的缘故，互人误解、互谣言、重伤，或者的基督徒，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8章22节所讲的啊，8章22节讲，因为咱知一切受造的物，到即时要得三甲土开、苦读。这讲的是啥物？这正常啦，这个代志是正常啦。真侪基督徒也是拢即马迄面对这个代志，但是亲像18节甲咱提醒，这个世界无应该是安尼，咱也应该心存这个愿望，咱等待这个现况会当改变，咱也做好咱家己，互这个改变成做事实。咱知这个世间的苦难总是会有停止，咱也知影有一天，咱现在面对一切的偏见、不公不义，也是讲弱肉强食，拢要除去。上帝应允咱，伊要互公义甲和平临到即个世界，这是咱爱时刻来提醒咱家己的。但是咧，愿望，咱讲愿望，咱讲基督徒的愿望，绝对毋是，互咱对咱身躯边所发生的苦难，拢变成麻痹，无感觉，绝对毋是安尼。只是讲，咱掠掉基督徒的愿望，咱知影上帝
会关联，伊的阳光早晚会显现。所以咧，这帮助咱，互咱用更较宽阔的眼界来看待咱所面对的这一切的艰苦。咱用更较宽，即更较宽的眼界，即互咱会当看代志。咱无搁想讲好啦，我靠我家己来拼啦。咱无搁干那看讲，我有啥物，我无啥物，也是看讲我会当啥物，我袂当啥物。咱是因为咱知影是上帝的关联，是上帝的引带，上帝有伊的旨，上帝有伊所意爱的，这是超越人所看、所仰望、所期待的。所以基督徒的仰望是咱知影，咱即马所面对的遮个困难，毋是生命的全部，毋是生命的全部。有人拢会，只要是人，有时阵拢会扩大咱家己的问题，敢毋是安尼？我有讲过嘛，有真侪即个大企业家事业失败。你讲事业失败人讲好野人面床骹扫扫的，嘛是一大笔钱啦，敢毋是安尼？但是咧，人的本性就是我敢若看到我失去的，我所无去的，哇！我辛苦遮久，哪会拄着即个事业的危机，了遐侪钱，就全部看即个失败，无看到讲其实我就算即边失败，我犹原佫会当过真好的生活，但是真侪人就敢若看到失败，煞安怎一败不起？这常常拢是安尼。面对的困难，绝对毋是生命的全部。咱生命是非常的多元，咱生命是一个全面性的生命。上帝互咱会当伫困难的中间，犹原会当看到咱生命的价值。伫人所看的失败中间，咱犹原看会到上帝恩典满满。所以基督徒的仰望，就是咱知影。永远的生命是比咱现在是搁较宽阔，是搁较重要。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咧，咱个人一时的得失成败，绝对毋是你我生命的这个结论。常常咱现在所看做真骄傲个人的成就，也是咱即马咱可能有遐个别人所欣赏迄款世上的荣耀，其实比起上帝所应允咱迄个要成全的，其实拢无算什么啦，拢无算啥。上帝应允要成全的。是比咱现在自认个人的成就，也是咱人所看到遐个世上的荣耀，是搁较伟大、搁较大。所以仰望就是亲像一个互火烧过、打扫的土地，但是咧，时到就自然会覆盖。甚至咱知影森林大火了后，因为经历着森林大火，我有讲过，常常咧，即个树林会生啊搁较好，因为火烧过了后，有诶种子，因为有火烧过，反倒转会即个变开，然后咧覆盖，会开始覆盖。这树啊，有诶树啊，会种子是安尼。
哦，烧过了后，反倒转会生团搁较侪。哦，所以咱看讲吼，30-40年前的森林大火，咱的台湾3不5时嘛有森林大火，啊，通常咧过20年，树仔搁生出来，搁是青水一片。这叫做生命力，自然的生命力。啊，其实咧，咱基督徒也有咱的愿望，就亲像大自然的生命力共款。咱基督徒有一个跟其他人无共款的特征，就是愿望。咱的愿望是根基伫甲上帝的关系。这个有上帝亲密关系所生出的这个愿望，互咱得到快乐，互咱得到勇气，也会当转换咱的生命，改变咱安怎来看生命，安怎来过生活。因为有这个愿望，咱无论面对什么代志，咱拢会当得到平静安稳。就算是经历着困难，咱伫艰苦的中间，咱同款会当得到满足。这款的愿望，真做咱黑暗中的光明，互咱会当赢过绝望甲惊吓。所以愿咱莫袂记住，上帝已经互咱有迄个资格，叫伊阿爸爸啊！伊疼咱，伊也爱咱，甲伊亲近，伊也互咱即份甲伊亲近的关系，已经互咱。所以愿咱面对着任何的代志，拢爱提醒咱家己，你我。咱大家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咱做伙阿头的祈祷。咱阿头的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使徒保罗提醒阮，就是阮的神已经无过是迄个做奴仆的神，阮是领受着。做囝儿、查某囝的神，阮有份叫你阿爸爸，因为你疼阮，诚做你伫世间的囝儿、查某囝，你也疼阮，所以你常常伫阮毋知的时阵，你着大声将你的恩典疼痛丰富赐互阮，佮用你的方式来带领阮，互阮伫世间所行的每一个路站，阮拢毋是白白的行，阮拢是持续的学习，持续要向迄个完全来进前。主啊，感谢你安尼疼阮。也恳求上帝，你互阮，因为知影有即份极大的疼对你来，所以阮用你的疼来实践，阮学习活出基督徒的模样，就亲像阮努力要效法圣囝耶稣效法基督共款，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活出上帝你囝儿的模样，互阮会当伫逐所在，阮所讲所行，也互阮四周围的众人平平感受到你的疼。家己的恩典，你的伟大，你的恩光，主啊，阮活伫世间，难免会拄着人所看到的困难。有时阵，阮
无办法，每一项事拢顺利，但是主啊，求主你会听，互阮会当重新来恢复盼望，重新得到信心，也阮有勇气来面对阮生活中间逐项的事，互阮会当因为阮所讲所行，互众人看见着盼望的记号。有求上帝你持续带领保守，佮用你的听充满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用上帝话甲咱带来教示。下面咱来唱应答的诗歌《圣诗》第605首。靠主恩典奇妙快乐得保护，艰辛听候主所安排道路。愿知上帝每日无停的照顾，逐个新日子主亲切招呼，请咱起立着吟全首。咱来奉献，请民兵执事甲秋妹执事来书献。
谢。下面报告的时间，请咱即时先开首报吼。报告事项第一项，根据市县中会性别公益部7月初3公文，要配合政府即马的法规吼，咱即马咱要伫来看即个性平宣导影片吼，咱请技术来，请指示来放映。性平三法伫教会无例外，无论是职场、校园或者社区，包括今仔日的聚会、团契、甲礼拜，法律的守护永远伫地。握手相揽，拢应该尊重对方的意愿，保持合宜的距离，点头、握手拢是真好的请安方式。避免评论别人的身材、性特征，嘛拒绝任何性暗示或者性别偏见的言论甲笑话。谢谢你的服侍，今天辛苦了，很高兴一起聚会。讲造就人的好话，言辞带有温慈甲尊重，避免过头探听别人的私生活，无传予人困扰的信息。保持合宜的关怀界线。尊重个人的私人空间甲时间，任何无受欢迎的言语或者是摸身躯，拢有可能造成性骚扰，并且需要负担行政罚款、刑事责任甲民事赔偿。尊重别人就是保护家己。如果你若拄到性别的事件，请向场所主人或者是当地警察机关来申诉，请勇敢发声。申诉专线：台湾基督长老教会7星中会0223635546。咱做伙守护安全，祝大家今仔日的聚会平安喜乐。建立性别友善的环境，尊重性别，你我有责任。咱继续来报告咱的今仔日的报告事项。先来看报告事项第4项。今仔日水礼拜以后，咱来举行爱餐甲7月份的庆生会。请咱兄弟姊妹礼拜以后来投步来参加。7月秋天有小宝节、弥兵执事甲谢崇节吼。谢崇节今仔日因为讲亲人有紧急的事件，所以伊即马人伫南部。特别讲叫咱甲直接甲咱兄弟姊妹礼仪吼，咱嘛伫祈祷大道中来纪念。过来第3项，后礼拜的主日8月初2礼拜中要举行圣餐，请兄弟姊妹随身来领受。礼拜以后要召开中秋会，请中职来出席。第4项，咱教会野外礼拜要定伫8月23的主日来举行，地点是伫新竹北部的麦克田园。迄天上午8点要伫教会一项来坐游览车，迄天暗餐以前吼，会当转来到内湖。咱报名费是每一个人200块，请兄弟姊妹笑面指示来报名。第5，请教会兄弟姊妹踊跃出席。每礼拜5暗时7点半的每周新工讲经。第6项，若有需要牧师探访，也是举行家己礼拜的兄弟姊妹，请甲牧师来中
特别第4项后礼拜讲道题目经文，来家己来看。咱来看咱的主的活动。主日上午10点是水礼拜，主日8点45分圣歌就连续。每礼拜5下晡7点半时，每周神安宫的查经，拜六插会班次，每个报一届是上午10点。咱的圣工的事工，即礼拜招待是方师兄甲春英姐，咱因为无看着，后佫转来伫咱中间，感谢主。迄个插会是秋妹指示前少前受控制。后礼拜讲道是咱牧师，师会是江长老，牧师娘，影像是信箱，出现是我本人甲秋妹指示，招待是受控制甲平方兄。插会是蒋老师，前少是叫来做。顶周的人数拢会统计来。咱家己来看吼，那出去请甲一定指示来，什么指示来验证。老师讲来补充。到迄个迄个宣导影片啊，吼，主要就是互咱知影讲吼，咱时代进步真紧啦，吼，所以真侪咱伫过去20-30年前吼，感觉无啥物关系的事，即马时代演进吼，有时阵就变做讲吼，以前会使，即马可能大家会对伫迄个性别平等的迄个概念，拢哪来强，迄个意识哪来强，吼，所以讲吼，有时阵咱伫教会内底，咱诚做主内兄弟姊妹，但是我想吼，亲兄弟明算账，这是咱拢知影的道理。有时阵真侪代志，吼，就算是兄弟姊妹，但是咱吼应该爱有的一款的吼，即款的吼，即个关系，吼嘛是爱有以前一点的吼。有时阵吼，咱无心的一句话，煞互咱兄弟姊妹会伤着。我想吼，咱加减拢捌发生，捌做过即款的代志。咱即马有即个宣导影片，互咱焦点放伫即个性别平权的事情上面。我想这嘛是互咱会当做一个反省，做一个学习，尤其是即马的少年人，所以我有捌甲几个咱的兄弟有分享过啊。以前咱伫教会就是安尼嘛，看到即个尤其是即个单身的，咱就真热情要来甲人做亲戚。但是即马的少年人绝对慢，因为对因来讲，因感觉讲你干涉着我私人的代志，我要爱什么人我安怎规划我未来的生活你管伤济，甚至有人背面会讲说我跟你有很熟嘛，这就是即马时代转变，所以我想这个影片虽然短，但是真互咱会当学习到，重要是什么？无错，有人讲安尼，我以后安怎讲话啦？但是影片内底讲真好，咱讲话咱努力，互咱讲的话会当造就人。那即个造就人3字安尼可能这就是真好伫咱教会内底的一款真好的一个标准。咱讲话造就人，当然3分5时咱拢会失言，但是我想咱有即个向这个目标来做，来学习，讲话造就人。我想会较少引起讲伫教会内底，咱会讲唔到话，也是咱听到一寡话，咱会伤心，咱会受伤。咱大家拢学习讲话造就人。也是以前分享一个退休牧师讲的，无利益的话莫做，莫讲。讲一句话，若无人有利益，只是讲我讲我足欢喜，我足爽，无讲袂使，安尼就甘愿莫讲，
互人有得到利益，会当造就人。即款话较来讲，咱向即个教导来学习。我想这就真简单的原则。真内底有讲到就是若有相关的代志，互你感觉心中无爽快，不要紧，内底有讲，中会是申诉的单位，毋茫讲咱就上好是莫发生，就对你我咱每一个人来做起，咱慢慢学习。30年前，牧师27当前，新汉伊毕业的时阵，迄当阵教会内底的互动模式，甲27年了后，已经完全无共款了。老一辈，尤其是查甫，的长辈，有时阵会开黄腔，30年前会使，即马煞变做无啥套动，这就是时代迄变，搁人的迄个社会的大家拢较成熟，迄个意识较成熟啦，咱就每一工拢爱学习，牧师嘛是爱学习啦。27当，真侪牧师嘛是拢爱学习，安怎面对会友，安怎伫教会，来处理一寡行政，牧师拢爱学习啦。当然咱兄弟姊妹，兄弟啦，兄弟，嘛是做伙，咱向即个造就人来相志，来努力。即摆三个来读即礼拜经句即礼拜经句罗马书8章15节，台语你读一遍，大家做读2遍，你请咱做伙读一遍。因为你毋是受着奴仆的神，至到国行，就是受着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啊，请。因为你是受着奴仆的神，至到国行，就是受着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因为你是受着奴仆的神，至到国行。就是受着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章15节。咱即摆咱伫一个座位咱互相来迄个拱手签安咱即摆来吟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临时邀请牧师甲咱祝祷。Oh
伫生活中间，若拄着困难，拢莫袂急，就是咱已经真做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上帝出对伊的疼，也应允咱，伊的阳光，伊的公义，伊的疼痛，一定会显明。所以，愿咱拢会当靠着信心面对着困难，因为有上帝甲咱同在，咱就有勇气，咱好好过咱每一日，咱也勇敢行每一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咧，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领导闭会。